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12月30，旧历的12月初5，礼拜一。这个明仔暗就要跨年了，台北市政府举办的跨年晚会，估计会来超过100万人。信义警察分局结合着刑警大队的特勤中队，甲新北市警察局的警犬，总共动员800个警力，组成反恐打击的部队，要来加强会场的安检甲维安。这个暗会现场的4颗练灯，嘛会做3阶段的交通管制，要让民众安心来跨年。台北跨年人上侪所在当然是市府跨年活动就伫咧跨年前一天，为着维护民众的安全，警方嘛动员辖区警方结合其他的单位，伫跨年当天会动员800名警力，组成反恐打击部队，加强会场的检查，和毒品、刀、甲枪，也有玻璃物、这违禁的物品，拢总免去炸入会场。跨年活动嘛禁止无得到申请许可空袭机伫会场飞行摄影。就是假民众若是操作无好势，对落空袭机，真有可能会去讲伤人。伫演练的时阵，警员嘛提出空袭机拿炸枪，当时警部犬嘛伫现场周边巡视，若是有玻璃物，会伫第一时间通报。整个警察局动用800名的警力那实施3阶段的管制范围这个管制范围初期在市府周遭，第2阶段到这个基隆路，第3阶段到光复南路周边的交通会实施管制，大型的车嘛严格禁止通行，就是要防止有心人士故意闯入会场闹代志。警方特别提醒暗会现场，任何的气球拢袂用进入管制区，嘛要呼吁民众，现场人非常多，爱顾好你身边的财物，而且要保护好做伙去的长者、囡仔，遵守规矩，欢喜迎接新的一年。